人写剧本时，一开始就先想主题，要感动，要励志，要批判，这样是不是比较有方向性？但你却一直提醒我们，别急着把主题写进去。在编剧理论里，主题到底是怎么出现的？在《Story》这本书里 ，Robert Mankey 说得很明白，主题不是作者的宣言，而是行动累积后的价值判断。主题不是一句话，不是角色嘴里说出来的道理，而是角色在相似情境中反复选择后留下的意义。在编剧操作上，主题不是神设定的答案，而是一种模式，行动的方向、选择的倾向以及后果的反复出现。当角色一次又一次面对相同的道德困境，观众会自行归纳这个故事究竟在谈什么。别先告诉观众答案，先让角色去选择。当后果一再累积，意义自然会浮现。主题不是被说出来，而是被情节走出来。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条反复被主角踏过的路线。想象一个角色每次遇到风险与压力，都选择说出真相，不论代价有多孤立。第一次他失去朋友，第二次他失去工作，第三次他失去关系，却开始获得内在的尊严。这些重复的选择与后果，不是情节巧合，而是主题逐步生成这个故事在谈真实的代价。不是作者告诉我们这是对还是错，而是角色一路走来，让我们看见结果。当选择不断重复，意义自然清楚。主题就在这些后果中，慢慢被观众理解与认同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主题不是先写好的句子，而是我设计角色一次次面对不同难题，去面对自己的道德理念与价值观。以后我写故事不会急着下结论，而是理性的选择与后果是否正在指向主题方向前行。都是作者告诉我们这是对还是错，而是角色一路走来，让我们看见结果。当选择不断重复，意义自然清楚。